这是客家的时刻，是全球客家，是教会的时刻，更是命定的时刻。全球客家族群将要兴起，青年世代将要崛起，披荆斩棘，不畏艰难，开疆辟土，全球扩展，开垦拓荒，植堂宣教，代代相传的精神。我们客家人扛起责任，福音传入美国、日本、新加坡、台湾、香港、广东、印尼、沙巴、古晋、东马沙劳越、加里曼丹、坤甸、山口洋、棉兰，至今几百年，这福音的光辉，世世代代传承的基督信仰，成为客家人所到之地的根。从原乡到世界各地，文化信仰、客家精神未曾消失。历年全球客家福音大会，1978台湾阳明山，2009印尼雅加达，2011印尼坤甸，2013东马古晋，2015台湾新竹，2017东马沙巴，2023东马古晋，延续福音使命的足迹。2026 4月15到18日，客家兴起，让爱跨越。我们全球客家人将要聚集，前往印尼苏门答腊的棉兰，站在神儿女的位分上，向上帝献上感恩与祷告，为全球客家灵魂祷告、祝福与宣誓。这是客家的祭坛与期许。客家兴起，让爱跨越，爱传遍全地。哈嘎 Hongkiri 完成大使命，我们客家责无旁贷，同心合一，来祝福列邦列国的客家人，为客家兴起复兴的浪潮义无反顾，延续使命。客家族群无畏无惧，承接着复兴的火炬，为末后黑暗世代全球的客家灵魂照亮希望之路。哈嘎 Hongkiri 为了耶稣的再来坚定站立，这份使命，这份信仰流淌在客家人的血液中，是客家对全球的祝福，是尊荣上帝的时刻，是承担全球客家福音使命的时刻。2026 4月15到18日，各国的客家基督徒不能缺席，以客为尊的列国家人不能缺席。2026全球客服大会，客家后生人更不能缺席。印尼苏门答腊的棉兰，我们要一起来，不分彼此，全球同行，世代牵手。客家兴起发光，让爱跨越。上帝是客家的上帝，上帝更是全球列国的上帝。让我们的祷告响彻在全球客家各地，让我们得着客家，传到地极，直到耶稣基督再来。